各位老友記，今日想同大家傾下發哥周潤發。講起發哥呢，大家腦裏邊入邊第一時間就會浮起咩畫面呢？就係上海灘嘅許文強，定係英雄本色裏邊嘅 Mark 哥？其實對於我哋呢一代香港人嚟講呢，最熟悉嘅畫面反而係大霧山或者係九龍城街市見到一個高大威猛，着住全黑色嘅黑運動衫，露出一副白牙同你自拍嘅阿叔。發哥今年就70歲啦，但係你誒睇佢嗰個狀態，真係令唔少後生仔都覺得慚愧嘅。佢就唔單止生活得極其貼地，熱衷跑步同登山，仲係馬拉松嘅常客。雖然之前呢就有傳聞話佢有糖尿病，但係發哥就完全冇因為呢一度咁就停低落嚟，反而更加積極面對生活，形象就健康到不得了。不過呢，大家就千祈唔好俾佢嗰種親民阿叔外表就呃到喎。發哥雖然去街市買幾蚊棵菜，都同人傾半日，但係講到投資呢，佢就絕對係深藏不露嘅地產大亨啦。據講佢名下就至少有多達7項嘅物業，總值呢就超過成10億港幣嘅。而最近呢，呢個磚頭王國嘅主人呢，竟然就罕有咁出售咗沽貨賣咗佢持有31年嘅西半山物業。今日我哋就由呢一單新聞開始啦。由淺入深咁拆解咗發哥呢個財富密碼同人生智慧。首先啦，我哋睇下呢一單最新嘅成交啦。根據土地註冊處嘅資料呢，發哥最近就賣咗一個位於西半山堅道嘉景台嘅單位。呢個係一個3房嘅單位，最後成交價就750萬。大家聽到西半山呢，就同750萬，係咪覺得有幾平喎？冇錯，如果我哋睇翻銀行嘅估價呢，呢個成交價係低咗大約8%嘅。再加上如果你睇翻同屋苑嘅記錄呢，2025年底嗰陣呢，仲有一個同類嘅單位賣緊就960幾萬。發哥今次呢一嘢呢，就可以話係平價咁離場。但係你話發哥係咪蝕咗咩？又完全唔係。佢係幾時買呢個單位呢？就係1995年。即係31年前，當年呢，佢就用咗392萬買入，就算而家750萬賣出呢，帳面都係賺咗358萬，係升值咗91.3%嘅。呢度就有個好有趣嘅點，一個持貨31年嘅物業呢，點解會揀喺呢個時候賣呢？係咪發哥睇淡後市呢？定係佢覺得呢件古董已經係完成咗歷史任務呢？我哋就睇翻發哥嘅沽貨記錄啦。佢上次大動作賣樓已經係2010年啦。當時佢賣咗就九龍塘嘉柏山嗰個特色戶，持貨6年就賺咗1000萬嘅。相比下呢，就堅道呢一個單位就佢拎咗成31年。呢一種耐性呢，就真係非一般投資者可以做到嘅。發哥呢嘅做法就話俾我哋聽呢，投資就唔係要贏得快，係要贏得夠穩。就算係低過估值少少買呢，只要係賺緊錢呢，對發哥嚟講都只係數字上嘅調整啫。既然講開發哥賣樓啦，我哋就不如一齊咁數下呢位平民影帝背後到底有幾多物業啦。發哥嘅物業版圖呢，基本上都係喺香港豪宅區嘅。教科書呢，佢就主要就集中喺山頂、九龍塘同埋西貢呢一啲傳統嘅富人區嘅。加埋呢，呢一度就10億身家就絕對就唔係誇張啦。但係最令香港人敬佩嘅就係發哥從來就唔會攞呢啲嘢出嚟晒嘅。佢手上持有10億嘅物業呢，但佢就仲係會去九龍城嗰度買幾十蚊一斤生果，就
仲會同老闆娘講價，咁呢一種富而不驕嘅境界呢，先至係我哋最值錢，發哥最值錢嘅地方。咁啊，大家睇下資料先啦。咁啊，發哥呢一個嘉景台嘅單位呢，係一個3房戶，成交價係750萬。如果你有留意開西半山呢，就可能會話嚇西半山3房750萬咁抵？冇錯，呢個成交價係比銀行估價呢就係低咗8%嘅。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話係咪樓市唔好啊？發哥係咪要劈價？咁發哥係咪睇淡後市呢？咁首先我哋就要睇翻個背景啦。發哥係幾時買呢一層樓嘅呢？就1995年啦。咁啊，各位1995年係咩概念啊？嗰陣就和平飯店啱啱上畫，發哥就準備去荷里活發展。佢嗰陣就用咗392萬入貨嘅。咁而家就2026年啦。咁啊，佢揸咗呢一層樓就足足31年。咁31年佢賣750萬，帳面都賺咗358萬。358萬升咗91%嘅。咁好多網民就話啦，哇，31萬升得嗰1倍唔夠，咁同區好多樓都升咗幾倍啦。咁大家就冷靜啲睇下。第一，呢層樓係嘉景台1990年落成嘅，而家都30幾年樓啦。咁第二呢，發哥係用公司名義持有嘅。咁大家知唔知呢？發哥呢一類巨星呢，買樓就好多時候就唔係為咗短期炒賣，咁佢哋就係當賣金磚咁擺喺度收租啊，或者係純粹係資產配置嘅。咁你諗下750萬賣出去，比起佢當年300萬買入呢，其實就已經係立於不敗之地啦。咁就算低過股價8%又點呢？咁發哥最唔缺嘅就係咩呢？賣錢咯。佢可能只係想整理一下資產組合，或者係覺得呢層樓年紀大啦，維修麻煩，咪放手咯。而且呢，大家睇翻記錄啦，嘉景台對上一宗成交價係2025年，一個670尺嘅單位賣966萬。咁發哥呢個單位都750萬啦。如果尺數差唔多，咁真係平賣嘅。咁呢度就反映出發哥係一個好獨特嘅性格。佢唔係一個斤斤計較嘅投資者，只要佢覺得個價錢合理呢，或者係佢想套現去做第二啲嘢呢，咁佢就唔會同你喺嗰幾十萬嗰度磨嘅。呢啲就咪係影帝嘅氣量咯。講完嘉景台啦，就不如我哋一齊揭開發哥嘅地產王國嘅神秘面紗啦。根據市場嘅估計呢，發哥而家手頭上呢，就起碼有7個大型物業或者地皮嘅。你哋估下價值幾多啊？答案係超過10億港元。大家平時見佢行山就着黑衫，踏對拖鞋，其實佢係一個名副其實嘅大地主。第一個單位呢，就係九龍塘金巴倫道發哥嘅大本營。講起發哥住邊度呢？老一輩香港人都知啦，就係九龍塘嘅金巴倫道嗰度就係個單號屋。發哥喺1990年就入貨嘅，嗰陣就先係1470萬。大家諗下，1990年1400萬同而家嘅1400萬係兩回事。呢間屋呢係發哥住咗30幾年啦，中間裝修過，而家呢間屋嘅市值就保守估計都超過2億甚至更高啦。呢度就唔單止係物業，更加係發哥同發嫂嘅家，意義重大嘅。第二個單位啦，就係山頂陽光花園。頂尖嘅豪宅嘅性格放售，呢個就物業就最精彩，就2010年發哥就豪宅1.28億買入嘅山頂陽光花園嘅一個單號洋房，當年嘅尺價呢，就去到5萬幾蚊一尺嘅，係創咗屋苑嘅新高。呢間屋呢，就有2500幾尺，仲要係2000尺嘅花園同700尺嘅天台。最經典嘅係咩呢？就係呢間屋呢，係發哥買返嚟之後呢，聽講就係長期空置或者係用嚟招呼朋友，好少自住嘅。2年前就佢開價1.95億放售嘅，之後就減咗1.7億。但係最
傳奇嘅就唔係個價，係阿發哥賣樓嘅態度。據聞呢，你想去睇阿發哥嗰間山頂屋呢，就唔係你有錢就得嘅。發哥嘅對象就係要篩選，係呢就嚴格咁審查。如果你係嗰啲暴發戶呢，或者係身份不明，又或者係發哥覺得你同間屋唔夾呢，佢就可能連睇樓嘅機會都唔俾你。呢啲啊真係揀客揀到極致啦。咁喺發哥心目中呢，呢啲物業就好似係佢嘅作品咁，佢想揾個有緣人去接手，而唔係純粹價高者得呢種境界。一般人嘅投資者呢，就學唔到噶啦。咁第三個物業呢，就係赫德傑道嘉柏山。神準咁套現嘅。講起呢一個發哥嘅眼光，就不得不提2010年呢，佢賣出嘅九龍塘嘉柏山山頂嘅頂層特色戶。佢喺2004年4680萬買嘅，就2010年呢，就570萬呢就賣，6年就賺咗1000萬。雖然比起其他嘅項目就賺得唔算多，但重點係佢賣嘅時機就好準，之後就轉手入咗山頂陽光花園。呢種換馬嘅技術呢，由九龍塘換上去山頂，係典型嘅香港富豪晉升嘅階梯。咁好多人會問啦，發哥明明可以投資股票啊、投資債券或者投資電影，點解佢鍾意買磚頭呢？其實如果你研究下嗰一代嘅巨星咧，好似周星馳啊、關之琳、劉嘉玲啊，佢哋對物業嘅嗰種執着啦。點解呢？第一係安全感啦。發哥出身喺南丫島，細個嗰陣家境就唔富裕嘅。對於窮過嘅人嚟講呢，土地同屋呢係最實在嘅財富。戲拍完咗啦，片酬收咗，轉化成一嚿嚿實實在在嘅磚頭，係最令人安心嘅。第二呢，就係私隱啦。發哥係雖然親民，但係佢嘅生活就其實好低調。買豪宅地皮呢，其實喺好似金巴倫道啊或者山頂呢啲呢，私隱度嘅極高。佢可以喺屋企嗰度花園仔呢，就耕下田，整下嘢，冇人打擾到佢嘅。第三呢，就係長線思維啦。發哥買樓從來就唔係為咗短炒嘅。你睇下佢嗰個嘉景台咧，就揸咗31年，金巴倫道就揸咗30年。佢係用一個跨時代嘅眼光去睇，佢就唔係介意短期波動嘅，亦都唔介意賣平少少俾人，就因為佢嘅成本價就實在太低啦。呢一種投資心態呢，係要好有底氣先做得出嘅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就翻去講翻今次嘅呢單嘅主角啊，嘉景台啦。如果你喺後生一輩呢，就或者唔熟中西區，咁你可能就唔知嘉景台喺邊啦。佢就喺堅道93號。講起堅道啦，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咩呢？就塞車。冇錯啦。堅道係西半山嘅大動脈，出入中環、上環呢就好方便，但係條路呢就真係幾窄下嘅。嘉景台1990年落成啦。單棟式設計，有221個單位嘅。佢嘅優點係咩呢？第一呢，就校網啦，呢一度係小學11校網。中學喺中西區，呢個校網呢係全港家長流口水嘅地方，有名校嘅保證。第二就交通啦，雖然堅道塞車，但係嘉景台行落去呢，中環蘇豪區或者係去搭港鐵呢，其實10零分鐘就到㗎啦。第三係實用啦。嗰個年代嘅樓呢，就實用率就通常就比較高嘅。發哥買嗰個3房嘅單位呢，對於中環上班族或者小家庭嚟講呢，係非常有吸引力嘅。但係缺點都好明顯啦，就係老啦，30幾年樓，外牆水管、公共設施都要保養。點解發哥要買呢？我覺得有兩個可能呢。第一呢，就係太弱流強啦。發哥手頭上咁多優質豪宅，嘉景台呢一個單位雖然喺西半山，但係比起山頂或者係九龍塘嘅大屋呢，層次始終係差一截嘅。佢可能就想整合一下，賣走一啲二線嘅物業，
集中火力喺一啲超一線嘅地產。咁第二呢，就係市場信息啦。發哥雖然唔係職業炒家，但係佢身邊嘅人，佢嘅會計師、法嫂啊，全部都係精明嘅人。喺2026年呢，假設時間點呢個環境呢，雖然發哥話錢係身外物，但能夠獲利90%離場呢，都係一個好落袋嘅時機。咁啊，講到尾啦，大家睇下發哥買樓，唔淨係睇嗰幾百萬、幾千萬嘅。咁發哥最出名係咩呢？佢就曾經講過，死後會將絕大部分嘅財富捐出去，成立個慈善基金。咁呢樣嘢就好重要嘅，因為當一個人打算將財產捐出去嘅時候呢，佢對物業嘅升跌呢就睇得好淡。你升1倍又好，跌2成又好，對佢嚟嘅生活質素呢就完全冇影響。咁發哥而家嘅狀態就係回票性質嘅投資。我買層樓覺得係個位唔錯，咁就買嚟擺下。我想賣呢，就賣俾嗰個順眼嘅人。咁啊，大家仲記唔記得呢？發哥曾經被影到就睇啲幾千萬嘅新盤。佢有時呢，就純粹係中意咁睇樓。對於一個愛攝影啊、愛美感嘅人嚟講呢，靚嘅建築、靚嘅觀景呢，其實係一種享受。所以今次嘉景台呢單嘢，大家就唔使太過度解讀話發哥睇淡樓市嘅。佢純粹係斷捨離嚟嘅啫，清理一下啲舊資產。發哥最值錢嘅資產就從來都唔係嘉景台或者係陽光花園啊，而係嗰種處變不驚嘅心態。咁呢，今日就講咗咁耐阿發哥啲物業啦，咁大家有冇啟發呢？咁如果我哋普通人要學阿發哥，有幾點都好值得參考嘅，就係耐性啦。發哥一揸呢就揸30年，好多買樓揸3年就想換啦，揸5年就驚跌啦。咁啊，如果你想學到發哥咁呢，以10年為單位去睇資產，咁你其實都好難輸啦。咁地點啦，咁啊，你睇下發哥買樓啦。九龍塘山頂西半山全部都係核心中嘅核心，呢啲地方嘅樓呢，抗跌能力永遠係最強嘅。咁啊，第3點啦，心態啦，就唔好做樓奴咯。發哥雖然係咁多物業，但佢依然係嗰個會去食雲吞麵啊，會去行山嘅發哥。物業係用嚟服務你嘅生活，而唔係用嚟為咗供樓而放棄生活嘅。咁最後同大家講啦，發哥沽貨可能只係一個小新聞，但係佢背後就代表咗嘅係一個時代嘅見證。由1995年到而家，香港經歷咗咁多風風雨雨，發哥層樓仲係升緊90%。呢個就係香港磚頭嘅壓力啦。我係小明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！記得買樓又好，做人又好，最緊要開心。拜拜！最後提提你啦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留言同分享呢條片出去啦！拜拜。